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的万坡假期饭店。今仔日咧进行着拆除作业的时阵，规栋大楼全倒去。现场这个状况，咱要请记者新宇讲互咱知。新宇，请讲。 好的，主播，现在就是在花莲火车站附近不到400公尺的这栋相当老旧的这个花莲万波假期饭店。那今天在进行拆除作业的时候，却发生了倒塌意外。那目前警方都已经赶到现场，拉起了封锁线，而就连救护车也全都到现场待命当中。目前都还在查证是否还有任何的施工人员在里头受困。不过目前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大楼倒塌的时候，已经有部分旁边的车辆被 整个压垮了，所以现在警方都还在查证是否有任何的人员受到伤亡。那根据了解，这栋大楼是有将近40年的一栋老饭店，然后它是地上7层楼的建筑物。2018年的时候曾经被转售，那今天是在进行拆除作业的时候，却发生整栋大楼倒塌的这个状况。 目前现在警消都还在持续在现场，并且持续搜索，并且确定看看是不是有任何人员在里头受困。目前是记者掌握到的最新消息。